车辆伫路面行驶时排出废气，就是会刷震动的污染源。即马环境部是按算要修正这个污染源违反空污法的裁罚准则。那准是对学校有影响，就会罚1.5倍的罚金。也若伫空气品质的维护区重复违规，就会一届一届加起来算，加重裁罚。 汽机车、大小柴油货车甲大客车伫路上拍走，加减会排放污染物。为着要保障健康，环境部有个修正相关裁罚的准则。那这个移动污染源违规行为对学校有影响，就会加重裁罚到1.5倍。另外，针对那里空品维护区一直咧违规，要来加重裁罚。 机车处罚500块，那小型车是1000块，大型车呢就2000块。施工机具的违规也纳进来，这要处罚5000块。1年内呢，如果重复在进入这个空违区，会加重1倍。目前台北市卫生14大空品维护区违规案件非常多，去年无摕到优级自主管理标章的大型柴油客货车违规进入空违区有3736件，无完成排气定检的机车违规进入是有907件。北市环保局6件裁罚，更较明确化，嘛来加重。 台北市是支持的，对于这种累犯的一个污染者，也有一定的一个吓阻效果。这样。台南市环保局是指出，违规进入空违区案件较少，但嘛支持加重裁罚。 我们认同，现在车辆的维护事实上也应该是大家要有这个意识。对这种高污染车辆，事实上也该淘汰。环境部即个有个修正相关裁罚准则嘛，针对制造进口的或者是卖予移动污染源燃料的业者，像中油甲大塑，那燃料的成分超过管制标准，嘛加重裁罚。单一项目为10万提悬到40万，予业者负起更较重的责任，佮有义务。记者林志梅、曾志成台北报道。